来看台中一个高中生自杀，亲像是学校的一名老师霸凌。教育部长潘文忠今仔日翻译表示讲，涉案的老师已经全部拢调离开学校，等待调查，4月中就会有调查结果。有民间团体嘛批评讲，长久以来学校针对无适任的老师的评议标准是真有问题，应该嘛要检讨。 民间团体进前公开台中市一间学校发生教师凌辱学生，造成学生自杀死亡的代志。立法院教育甲文化委员会初则安排教育部进行专案报告。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，会用上严格的方式做后续的处理。目前也由台中市政府对于这个学校采取专案的管理哦，那。 也组成了专案小组，那目前都在持续的进行当中。那么预计4月中旬左右，这个调查报告会出来。 潘文忠伫会前访问时强调，专案小组以挂片委员为主，希望客观公正厘清案件。预计4月中就有报告。另一方面，立委范云嘛甲一寡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，表示目前若发生老师甲学生体罚，常常甲咱认定是不当管教，老师可能唔知影家己的行为已经无责任。 最严重的只有性平事件哦，属实的时候比较有机会哦，让不适任教师退场。那体罚跟霸凌则是记过申诫。我们可以思考这件事情，我们要提高我们在校园当中对于儿童的权益的保护的标准。 而不是要每个小孩去证明他自己受伤多严重。民间团体指出，即马淘汰无适任老师的流程，毋若教师无适任的行为，无具体判断的标准，令案件调查进入审计机制，受害者嘛袂当出声，这个问题拢真离谱。因要求教育部赶紧建立无适任教师行为的判断标准，嘛爱互受害者伫案件审计中来讲话。记者梁立凯台北采访报道。